身後呢邊啊，有棟大物業放翻出嚟啊！尋校友啊！以前有冇呢度東控托兒所託管過嘅小朋友啊？依家應該長大嘅啦，睇下有冇校友一齊喺度經歷過，回憶一下吧。第一樣嘢咧就澄清下，其實東控托兒所咧仲喺度營業緊嘅，只不過呢一嚿咧就唔做啦。個呢度咧就屋主咧就攞出嚟，可以放租可以放售。個周邊地理位置大家應該知道㗎啦，門前呢度大概6米幾路況，但係缺點咧呢度就單行線啦。地理位置 OK 嘅，舊城區，前面婦幼保健院，周邊都係成熟小區嚟㗎啦。呢度咧就一共3層半，佔地150幾方，建築500方。呢度咧就1樓啦，嗱連通後邊嘅托兒所㗎，但係依家市咧就係分開咗㗎啦。佢呢度1樓，佢如果做餐飲嘅話，1樓都可以用㗎。3層半啊，上邊睇睇吧。其實2、3樓都係一樣格式，呢度咧就係2樓啦。2樓有個大廳，呢個大廳咧就小朋友上課用嘅。如果做舞蹈室啊，呢度都可以跳舞㗎，做一啲配教嘅都 OK 嘅。太可愛啦！小朋友啲嘢永遠都冇好嘅。咁呢度咧就係小朋友瞓覺嘅地方，咁咧就一個細房，一個大廳。3樓都一樣，上睇睇。呢度3樓啦，啱啱講過。3樓同埋2樓其實一樣，裏面一間細房，呢度一個大廳，衛生間喺度。我嚟睇睇頂樓啦，頂樓其實有一個大拼台先做。頂樓就咁啦，其實當時做幼兒園啊、托兒所嗰陣啊，呢度已經做晒防護㗎啦，所以係安全嘅。個頂樓咧，如果做餐飲都可以擺台嘅，呢個地理位置做私房菜得唔得啦？先棟攞出嚟又賣又租，有諗法想盤活翻呢一棟物業嘅話咧，不妨聯繫會啊，有數先會吹出嚟。